好，来继续来看小机会，针对着全台湾的自助餐来做防疫措施的调查，讲比去年是有较进步，但是咧，这个收钱的员工袂当来接触食物这个项目退步咯。另外，都要提供着洗手的设备、甲酒精等等的消毒品，也有2点来都来表示讲，硬菜的时阵袂当讲话这个项目，也是有超过半数的自助餐的业者做无到。 无挂嘴暗，袂使入去餐厅，这种大单咧警告，为了落实防疫，真侪自助餐的业者拢有伫配合。不过政府的防疫政策，犹原有少数的人无咧落实这个防疫措施，真有可能会变成咱防疫的问题。收银员兼夹菜，也就是负责向消费者收款的这一位，同时还必须要负责处理菜肴，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触食物，都可能让消费者在间接当中会接触到。 病毒。自助餐的骹手够不够，一个人爱当做2人用收钱，有可能会去摸到这个物件。或者讲，这个动作会去传播病菌。消基会建议讲，政府应该推动电子支付。我觉得在做电子支付这一块，事实上政府应该积极去推，因为这样子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看到最严重的一个问题。使用其他，比方说使用穿脱手套的方式或者是勤洗手。当然最好是避免同一个人力兼做这2项工作。自助餐的食材大部分拢放伫外口，就惊讲民众若无挂嘴暗，喙烂会喷入去，也是硬菜物件是大家做伙用的，建议讲爱用隔板，也是爱看挂较安全。目前有许多的餐厅都会使用菜肴加盖的这样方式保障菜肴不被那个口沫给污染。 调查125间自助餐厅，发现讲这个防疫措施落实的状况部分较无完成，要安怎提升防疫措施的实施率？建议会使有餐厅分级，或者业者自主管理，嘛好消费者会使